天地来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一名爷公护众生，一犬将军保家园，请点灯。也请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230来第一届有这个点灯的活动，吼，咱这年是咱义民庙有3种灯，第一种灯是升官财利灯，是咱是福德正神迄边迄灯，吼。第二种灯升官法就是要咱大家尽善心在中来求升官，吼，来个事业会顺利，吼。第二种灯是这个安康状元灯，是要咱小朋友，是咱做少年人、学生吼，册人来求平安、健康、状元，就是意思就是要互大家当像学业进步，吼，鹏程万里，大家当考试拢会当得状元安尼意思，吼。这边换这就是宠物的祈福灯，这是要咱做侪人饲爱犬咯，是各种的宠物，吼，互大家祈福，互咱义天将军保庇。所饲的爱犬，所嘅宠物，会当安尼平安，咱顺利。所以咱这是义民庙这3种灯，吼，欢迎大家来点灯。咱点灯日子会当到2月初8，吼，便后点灯的人拢有送义天将军，或者是义民爷公的小饰品，吼，咱就是讲来订个，咱咧祈求平安的迄个香火迄款的物件，吼，欢迎大家来点灯。开这个点灯仪式，吼。会使讲历史悠久啦，230年，对于了吼明朝到清朝到民国拢总吼到今已经有230年啊。咱义民庙吼今仔日就来办这个点灯仪式，就是要点出吼咱台湾人的光明，点出咱台湾人吼一寡吼会当吼求先进。会当吼，大家拢祈求家庭平安顺遂。对宠物生活馆的，我们要来点个灯，为这个宠物祈福。